突發，特朗普一句說話竟然令到 Dell 股票單日狂飆40%。原來佢唔單止自己靜靜雞掃貨，背後仲收埋咗一堆極度瘋狂嘅虛擬貨幣同股票資產。最近 Dell 股價大爆發，你以為淨係因為 AI 算力或者比特幣礦工轉型，真正嘅幕後推手其實係特朗普。佢最近竟然公開霸氣咁講咗句 Go buy a Dell， 結果引爆市場，華爾街同散戶瘋狂入市，股價瞬間暴升。但大家千祈唔好俾表面呃到，最新文件踢爆咗，原來 Trump 喺幫 Dell 帶貨之前，自己一早已經買入咗高達幾百萬美金嘅 Dell 股票，完美示範咩叫 K 線，自己畫。不過相比起佢其他資產，買 Dell 其實只係碎銀，佢個終極投資組合先至最嚇人。股票方面，佢重倉自己旗下嘅 Trump Media DJT， 身家隨住股價大上大落。最癲嘅其實係幣圈。佢公開嘅 crypto 錢包入面揸住大量以太幣、ETH、WETH 同埋無數由粉絲發行嘅 MAGA 幣同各種 meme 幣。特朗普仲多次公開力撐虛擬貨幣，揚言要將美國打造成全球 crypto 首都。即係話，依家嘅特朗普已經將頂級政治影響力、美股同 Web3 信仰完美綁定。佢親自落場，無論係買科技股定係揸 crypto，都完全牽動緊成個資本市場嘅情緒同資金流向。特朗普親自落場買 Dell 又掃 crypto， 你覺得佢係眼光獨到嘅投資天才，定係純粹用影響力嚟割韭菜？留言話俾我知，想睇侵侵個 portfolio 入面仲隱藏咗啲乜嘢資產？即刻留言 Trump， 我馬上 send 份詳細持倉清單俾你。